个水光面膜因为满脸那皮肤种干啦，种腿皮啦，严重缺少啦，特别是秋天来啦，啊皮肤干个，啊，你皮肤种干了，种腿皮啦，发作都无法得照啦。你如果用有人啊，起死嘅水光面哦，包了皮肤，水光水光冷啊。那么你如多去用一个水光面膜，你假日用到沙头咯，也用到，你皮肤无规水，你如讲小公主俩一对，那么你皮肤。那个水光面膜无讲你涂啊，过到皮肤你好你做用，能够你也有养护个，用到讲啊！来多嘅姊妹啊，水光面膜平常先要就教佢教咗一期，警察教我當幾多嘅？69嘅教咗。阿琪，來攞出嚟，將到邊度呢？哇！好睇準備3、2、1，上車啦！所以姊妹啊，你需要你皮膚經自介，有光澤介，就像那個你能追求有拍水光針嘅，你用有一個水光面膜，你皮膚無光澤無水冷呢，警察起絕對咯。牛逼！來多嘅對個咩話？教就係